现在画面有没有看到？有向右的箭头，左边的一个正方形里面有打勾，有没有？原先是加号，按下去就变打勾，就是储存到媒体库了。现在荧幕右下方有没有看到媒体库？就是这样的，储存到媒体库。以后要找这个播放清单，就到媒体库去找，就是跟自己建立的播放清单同样的那一个画面、那一个页面啊，那一个网页。